跟你说了嘛，我来，啊，我来。嗨，我呀就准备多运动运动，减减肥，这样的话不就省去买健身卡的钱了吗？啊，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来啊，来，我跟你说了吗？我来，啊，我来。我总得干点什么吧？不用，你呀什么都不用干。有人找过你对吧？没有啊，你不要多想啊，没有，真没有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算是来看我笑话？你在这里工作，是让别人来看我笑话吧？我自食其力，怎么就让别人看你笑话了？我在这里赚的每一分钱，是靠我踏踏实实的劳动，靠我的双手赚来的。这比我坐在冰冷的办公室里，听着别人的逢迎要强多了，成就感要多多了。这就是你的成就感。看到了没？你不是清高吗？不是唾弃金钱吗？我只用了一点点钱，就让超市里这个小经理立马转变了对你的态度。他对我什么态度，对我来说根本都不重要，我不在乎。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，自己选择的生活。我会负责任吗？你也是快30岁的人了，说的话做的事儿，永远跟小孩子一样。你自己负责，你懂得什么是责任吗？你的责任就是把你的母亲我照顾好，把咱家公司打理好，这才是你身为人儿的责任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，我完全不明白。你需要我吗，妈？我需要我这个儿子吗？你不需要，你需要的是一台机器。可我不想当这台机器，但我求求你，别再来干涉我的生活，让我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谢谢。你妈来了，她想让你回去，她要让你回去，你就回去吧。依然，要不我们离开这儿吧，带着依恋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别开玩笑了，这不现实。我们都不是8年前的样子了。不离开也行，但希望你别再离开我，让我握着你的手，好好走下去。
干嘛呢？自己高兴什么呢？我设计的钻石过了，而且老板表扬我说已经有公司要了，说不定下个月就可以上柜台了。真的？哎，那是不是应该也有我的半个功劳啊？我做了3个晚上 PPT 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满脑袋都是那钻石的什么亮度啊、纯度啊、什么 IF、FT 啊什么的。哎，我都快成半个钻石专家了，我。啊什么啊？你不说谢谢我？啊，谢谢。哎，什么都没看见啊！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先上楼了。哎，还不好意思嘞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俩这件事成了？你这可不是秒速，你简直就光速。没错啊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还培养感情啊？我们俩还用培养感情吗？对呀，就别培养了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我觉着啊，到时候了，该出狠招了。什么狠招？求婚呢？你看啊，你们俩不用互相了解了吧？都熟悉了吧？矛盾也解除了吧？也没隔阂了吧？那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把婚结了呗！万一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怎么办呀？再折腾一回啊？对吧？啊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儿子，跟我回家吧，回林氏集团。啊，我的态度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没什么兴趣。对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但你是林家的人呐，你也有责任呐。那是你的责任，不是我的。我离开家那天起，我就跟你说过了，只有2件事，我跟林家有关系。第一是我姓林，第二是我奶奶，其他的事儿我都没什么兴趣。孩子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啊？林氏集团的事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多，我这一会儿都不得清闲呢。大家都说我是老骥伏枥，志行千里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也累了，我也想撂挑子休息了。但是我看到集团旗下有几百号人，业务的往来牵扯到太多的人，人家要生活要吃饭呐。我撂挑子了，一身轻松了，他们怎么办？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的选择，无论什么结果，你都应该承担它。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我有我自己的车店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我感兴趣，我干着来劲。我对你的事儿没什么兴趣，我也跟你说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，因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今天跟你说这样的话，不是为了故意气你，是我早就说过的。如果你真的想找人帮忙的话，你可以找张小琪，他不是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吗？你对张小琪误会太深了，他……行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这就是我的决定。我自己的自行车店，好与不好，都是我的事儿，你改变不了我。天乐，我给你煲了你最爱喝的排骨山药汤，你喝一碗呗。不喝了，谢谢。
没事吧？没什么事。刚才那个，你爸爸？邵宇跟你说的？大家都挺担心你的，怕你有什么事儿。嗨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爸就是让我回公司，让他处理公司的事儿。他现在自己应付不过来。你怎么说？我没答应。我跟他说了，他的事儿本来就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是不可能回去的。